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。咁今集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少少我哋個股共反產品嘅最新情況啦，以及市場上面嘅焦點㗎。我哋見到美股琴晚咧嘅表現相對比較反覆。由 Donald Trump 美國總統宣布對中國徵收額外50%嘅關稅之後咧，其實對中國嘅商品嘅徵收嘅關稅咧已經累計去到104%㗎。咁令到咧中國同美國嘅貿易咧完全脫軌㗎啦。咁令到成個投資氣氛啦，亦都受到好大嘅影響啦。你見美股琴晚三大指數嘅表現啦，先升後跌嘅。咁翻到嚟港股嘅交易時段嘅時候啦，我哋見得到啲73開頭兩倍睇淡嘅產品嚟講咧，就最多市場上面嘅人去關注啦，包括7366啦、7388啦、7399啦呢一類嘅睇淡嘅工具啦。咁頭一個鐘頭時間啦，其實成交已經超過1000萬嘅港幣，而且個表現嚟講都相當之突出㗎。咁有成1成到3成嘅升幅，好多投資者喺開市嘅時候咧，透過呢啲工具嚟講做一啲短線部署咧，已經係賺咗一啲嘅額外回報。咁我睇翻最新咧，琴日4月8號嘅成交數據先啦。咁9隻個股槓桿反向產品成交金額咧超過5900萬嘅港幣，有超過8成咧係嚟自港元嘅交易櫃台，咁2成左右係嚟自美元嘅交易櫃台嘅。咁而睇翻最受歡迎嘅產品啦，咁當然啦，頭兩隻咧都係同 Tesla 有關。咁 turnover 最高咧就係隻7366 Tesla 2倍睇淡嘅工具。咁成交方面超過1250萬嘅港幣啦。而第二啦，亦都係 Tesla，不過係搏佢反彈嘅7766嘅。咁成交金額方面亦都超過950萬嘅港幣啦。而第三就係搏 Nvidia 反彈嘅7788啦。咁呢隻工具嚟講咧，成交方面咧亦都超過900萬嘅港紙啦。琴日嚟講見到嗰個勢頭嚟講就係搏一啲技術性嘅反彈，咁所以大家就用77開頭2倍睇佢工具。咁但係都要留意翻，美國開市時段之後 Donald Trump 一啲嘅言論咧，尤其是而家一啲咁敏感嘅時間階段啦，係等息嘅關稅政策公布咗之後咧，其實好少嘅言論咧已經令到成個市場有好大反應。咁所以咧喺暫時嚟睇嗰個回調空間咧仍然係喺度㗎。咁所以大家亦都留意一啲睇淡嘅工具啦，譬如話7399 2倍睇淡 MicroStrategy 嘅工具啦。咁尤其是啲 Witson 嘅 Setter， 譬如比特幣已經穿咗77美金呢啲位置，咁有機會進一步下調下試一啲空間，甚至你話想做一啲睇淡 Tesla， 咁就留意住隻7366啦，俾大家做一啲短線上邊嘅部署啦。咁嚟緊如果真係有貨嘅話，亦都係透過呢啲工具啦，做到一啲組合上面嘅對沖嘅動作。咁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